为武汉肺炎，新北市也做好防疫的准备。2号也公开伫消防局运送疑似肺炎病患的标准流程。救护人员除了家己的防护措施，也佮运送疑似病患防疫专接救护车。防疫拢爱做甲目睭睭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一边视察面地，一边也针对着喙癌欠费，抨击着中央应该爱公布喙癌的产量、甲供应的数量，甲公开透明，才会当互民众安心。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同款呼吁中央爱公开，互各县市的喙癌数量，也佮警告，若是讲这数字无透明，恐惊会成做政治的风波。脱除第3层防护装备。消防人员伫头前示范防护衣要安怎烫，因为一个所在做唔对，疫情就可能会拖开。新北市消防局2号公开要安怎运送可能是肺炎的病人，和救护车冒防疫的 SOP。冷气出风口均宜使用保鲜膜粘贴，防止病毒进入出风口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去现场视察，挂喙암手消毒、磅体温。不过民众上关心的，也是倒位才没有喙암。侯友宜伫人面前公布影片，前一暗亲身走2点外钟，就是买无喙암。侯友宜要求中央公布喙癌的信息，为生产分配的数量到买所在，拢爱真清楚。市长都买不到，你说市民买得到吗？我还特别在这里。 给中央做一个呼吁，中央每天全国的生产量多少，配发出来多少，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全国市民们。要求中央爱公开喙癌的资料的，还有台北市郭文哲各一届出面呼吁，赶紧公布县市分配数量。公开透明，至少大家知道他拿到多少拿多少嘛。那如果有一天是因为不够用，那出问题，那至少大家认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是怕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嘛，就是当没有公开透明，那又不够用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就变政治风暴了。 呛讲喙癌的分配会变做政治的风暴，双北拢出面讲话啊，喙癌的资料无公开，互大家心内拢真袂安稳。嘛有网友直接伫网络顶下算互大家看，讲根据政府公布的数量，台湾一天喙癌的产量是400万到600万块。若是一天一个人买3块，一天敢若会当提供互上济200万人，也就是讲喙癌根本就无够用。中央征收的喙癌到底有偌济？双北市长拢要求上无信息爱先公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